专家哈，高手，影片拍摄那个资料库呢，你看目录啊，快速学到那个拍摄影片的技能呢。你看这个资料库影片，这个目录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看，把那个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号，在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呢，贴文啊，发布贴文以后有超链接，点按那个有加井字号的就有超链接功能，颜色字颜色蓝色，点按进去，你看，然后你如果自己成立一个播放清单叫影片拍摄哦，就可以把它加入自己的播放清单哦。来，怎么做？注意看啊，好像右边那个右上方那个，然后影片画面搜图右下角3个点，按一下，然后按第二项第二行，这算第二类啊，第二类储存至播放清单，要等它出来，然后来按，比如说那个按到哪一个了？刚刚按到哪一个？哦，网路了。这样啊，以此类推，也可以自己先建立一个影片拍摄播放清单，然后就这样操作，都把它加入自己的，你看，储存至播放清单有没有？这样啊，就可以累积很多网络